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5月节就要到啊，市面上的肉粽是愈来愈多，肉粽伫真侪国家拢有，历史嘛足久啊。伫台湾的肉粽是足普遍，毋若5日节才会食粽。台湾的肉粽有几款，今日除了介绍大家熟悉的菜粽、肉粽，嘛介绍愈来愈时行的阿拜甲吉拿富，即集嘛会讲到一寡传统风俗，像送肉粽。即马伫线顶册店已经有通买《来去百货公司坐流浪》这本册啊。这本册讲过去的人去倒位佚佗，有啥物生活娱乐，像出外旅行、拍羽毛球、看歌戏、西夜市。这个活动甲兴趣是安怎开始实行，佮安怎变化？伫读墨 readmood 若是电子册甲有声册做伙买，也有拍者，请大家去线顶册店交关。甲米用叶仔包起来煮，这款煮食的方式真古早就有，真侪别个国家嘛拢有这款煮法。毋若伫东南亚国家。伫中南美洲的原住民真早就会摕叶仔甲番麦粉包起来煮。伫日本时代，日本人写的风俗台湾内底都有介绍迄当阵台湾人食粽的习惯。迄当阵因写的甲即马咱咧食的肉粽就足相共啊。迄当时的粽有分做4款，一种就是甜粽，糯米淋甜油也是甜水落去包。伊写讲这是热天会食面。会当放较久，要食的时阵才摕来温汤，也是温面。第二种就是肉粽，糯米先用油炒过，南肉、香菇、蚵仔甲栗子包做伙。册内底讲北部人较接咧包肉粽。第三种就写着菜粽，即马生活变富裕，菜粽较少看啊。菜粽毋是包菜，也是包塑料的粽。菜粽是干那糯米淋土豆包做伙，册内底写讲这是南部的特产，食的时阵就爱揾较厚的豆油。用即摆话来讲，伊讲的应该就是豆油糕。迄时嘛有写着另外一款粽叫做粿粽，就是糯米架过掺咸井，像白肉粽安尼白起来煮。那照这看起来，伫8到10当前，台湾人食的粽，甲即马就差无偌济啊。换过来讲，即马咧食的粽，拢是古早味的粽，若有无共的所在，嘛差袂到多。毋过即马的肉粽，拢会分北部粽、南部粽，嘛有或者广东粽、潮州粽，也嘛有客人粽。这按照地区来甲肉粽号名，是后来才开始有的习惯。施冠宇伊研究过去的报纸文章，就发现只有挂地名的肉粽，包括北部粽、南部粽这款讲法，拢是198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的，后来才慢慢普遍。这真有可能甲台湾渐渐对族群，也是对地区的分别愈来愈重视有关系。另外就是台湾咧包肉粽的叶仔嘛分真侪款。要包粽进前，洗粽盒是一项足麻烦的代志。若是打的叶仔，爱先用水煮过，才洗清去；若是青的叶仔，就先用水烫过。也嘛有人讲会使先放冷冻，安尼这青的叶仔就会变较软，较好包。大部分的粽拢是包麻竹叶仔，麻竹叶较平，较好包。若是包青的叶仔，竹仔的味会较重，嘛有人会去买大的来包。也阁有一款是桂竹笋的虾，伊就毋是青色的。若注意看迄粽虾，中无迄支管，就是竹虾。竹虾毋是生伫顶头的叶仔，是包伫竹管迄个叶仔。嘛有人讲是竹笋壳，即款虾会揪起来，就爱先煮过，佮浸毛淡较好包。即两款是较接看会到的粽叶。一般若放落水内底煮的肉粽，较接用麻竹叶包，因为麻竹叶是光面的，煮好较袂甲米黏做伙。若是先炒过落用吹的粽，就较接看到桂竹笋的虾，因为炒过的米较袂黏伫竹虾顶头。毋过肉粽嘛有人用月桃叶来包，
月桃叶有的人是爱先煮过晒互大只包，也嘛有人介意用水烫过就落去包，因为迄个味会较重。月桃叶有一个真特殊的味，毋是大家拢会介意，有的人爱食，有的人无爱。上尾一款是野花的叶啊，华语叫做野姜花，大部分的人拢叫野花，因为花看起来像一尾野，也嘛有人甲叫做英国花。用野花落去白粽有另外一款香味，听讲这是伫新竹来阮遐的客人庄先做出来的粽。除了拄则讲的迄几款粽，台湾的原住民嘛有咧白粽，而且因有足侪款粽。排湾族、鲁凯族甲卑南族，因拢有支那富甲阿拜即两款。过去支那富是伫重要的庆祝活动，也是请人客时阵才有。支那富是蚵仔粉淋西啊，也嘛有人佮淋竹米落去包。内底的料会使是咸的，嘛会使是甜的。各地方包的料无相共。咸的大部分拢会包猪肉，有瘦的有肥的，也嘛有所在会包咸鱼。甜的大部分拢包土豆腐淋汤，伊外口用一丁鸡酸姜叶包起来。刷落来，外面则佫有一丁月桃叶，也是较硬下甲包起来，放落去水内底煮。内底包的迄丁鸡酸姜叶是会使食，听讲这会当帮助消化。阿爸的做法真相共，无共的是内底用的西啊，也是竹米有蒸过，所以伫支那富内底食到的会是一粒一粒的西啊，也是米。毋过阿爸食起来是黏黏像麻糍。我伫山顶嘛有看到有人讲支那富包的是西啊，阿爸是用竹米做的。我想这无共的讲法应该是对时间演变甲无共所在差别来的。阿美族甲噶玛兰族因也有一款白甲真水的阿里凤凤，这款我都毋捌食过。过去听讲是阿美族妇人人替查甫准备的便当。因会用拿头叶变一个真水的管啊，伫内底放竹米、虾米、猪肉做伙落去吹，这是阿里凤凤。也佫有另外一种是泰雅族甲泰鲁国族因伫真重要的祭典会准备的，或者金蕉饭，就是用金蕉的叶啊，甲竹米甲金蕉包伫内底，放落去人绳吹，规条会当食冷的，嘛会当食烧的。即马支那富阿爸伫山顶拢订会着买会着，阿里凤凤也是金蕉饭伫关公地区嘛拢食会着啊。刷落来食肉粽有啥物传统风俗？伫我较拄仔讲到日本时代的民俗台湾，这本杂志内底都有写着，厝内底若有人过身，就袂使做要拜拜的甜粿，也是白粽，因为若有人过身，代表无清气。安尼，佮准备要拜神的祭品都无偌好。若拄仔好拄着要拜拜，像5日节都爱拜粽，要安怎？所以都有叫做送节这个风俗，就是厝边亲情会送因粽，摕着粽的人都爱佮送糖做回礼。是安怎回礼是送糖？我到今也想无。毋过嘛，因为厝内若有丧事袂使白粽，所以古早咧，特别是羹粽是无咧送人的。因为拜拜大部分是拢拜羹粽，若是送羹粽，就代表讲因兜有人过身才会有。羹粽内底无包啥物料，看起来敢若真简单，其实要白即个羹粽是真有学问。因为竹米若淋羹粉也是羹油，羹会破坏迄个淀粉的分子，互即个米毋免加热就会冻起来，也佫会糊起。所以包羹粽的时阵，袂使像包肉粽安尼包互规粒杂杂，就爱留一寡位，互遮的米会当冻起来。米包入去竹下内底，就爱佫摇摇的，互伊焦混。也佫有另外一种送肉粽，是伫中华海线，尤其鹿港迄个所在真特殊的仪式。过去因的讲法，送肉粽毋是讲真正的粽。是若有人用锁仔吊死去，看起来就像锁仔吊起来的肉粽相共，所以送肉粽是要甲这个人的神煞送走。这个仪式真正的名或者送吊煞。伫鹿港讲送肉粽，
也嘛有人叫做食面线。其实送肉粽这个讲法是这几十年来才开始实行的，也嘛互真侪人误会伊原来的意思。并因讲这个送肉粽的仪式要送的毋是过身这个人的魂魄，是这个人留伫世间的怨气。只不过大家愈来愈感觉这毋是一项好代，就会误会伊原本的用意。送鸡粽互办丧事的人引导，甲送肉粽这个仪式，拢互送人粽这件代志变足麻烦。真侪人到大要有迄个习惯，若是要送人粽，就会为头甲一条一条的线加掉，袂使送规罐的粽互人，才袂有歹掉头。也佫有一个古早的就是，囡仔袂使食肉粽角。我细汉的时阵听大人讲，是食落去囡仔会发觉，真歹教的意思。若按照吴尊贤伫日本时代伊去台南问到的因端，是讲囡仔食了会生疮。后来人的解说是讲，过去因为天气歹，肉粽若放久会歹去，肉粽若歹会为肉粽角遐开始害去，所以若要互囡仔食的时阵，就先甲这个角摕掉，安尼抵抗力较歹的囡仔才袂破病。即马较常听到的是学生考试的时阵会送肉粽，因为白粽甲包粽同音。老实讲，台语讲白粽要甲华语包粽会同音，这款风俗应该是华语愈来愈普遍以后才有的。甲肉粽有关系的俗语袂少，我有看到一句足趣味，我家己毋捌听过的俗语，毋知影彰化人敢捌听过，叫做食苏丁辉的肉粽投李世民的票。食苏丁辉的肉粽投李世民的票，这句内底苏丁辉甲李世民拢是人名，这是真正伫彰化当地选区的代志。后来变做一句俗语。过几工我才伫面册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上尾我要甲大家推荐一本我家己足喜意的新册《玉花玫瑰》，台湾现代舞身躯蔡瑞月口述史。这本册是蔡瑞月老师家己讲，别人替伊编写的自传。伫内底，老师讲伊家己的故事，嘛足详细咧介绍伊伫无共时代的作品。这本也有写到过去因为政治原因无写出来的秘密，像迄当阵是安那蔡瑞月的舞蹈社爱改名或者中华舞蹈社。这间舞蹈社伫1999年互人烧去的经过。这本册也有真难得看会到的相片，内底是蔡老师甲战后台湾艺术界真重要的人物，像画家杨三郎、导演何明基，甲济甲伊合作过的国内国外的音乐家甲舞蹈家。这本册毋但看到一个台湾舞蹈家的一生，也会当了解台湾的艺术伫真困难的政治环境内底是安怎发展起来的。这是一本真值得收藏的作品，真为出版社出版的，请大家去册店找《玉花玫瑰》。恁若是对这个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，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五粒星甲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ECP连结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